旋轉肌群受傷係肩部痛楚一個好常見嘅原因，而正確使用貼布可以有效減輕發炎同埋痛楚。首先預備3條 Y 字嘅 PA 貼布，分別係15cm、20cm 同埋25cm。第一條貼布由三角肌中間開始，將手放喺背部，兩條 Y 字沿住斜方肌同埋中斜方肌貼上去，同時施加大概20%嘅拉力。將手自然垂低，第二條開始喺三角肌以下貼上。之後將手臂放喺水平面，手臂向前，將後面嘅 Y 尾貼喺三角肌後方，同時施加大概20%嘅拉力。手臂向後，將前面嘅 Y 尾貼喺三角肌前方，同時施加大概20%嘅拉力。再放低手，最後一條貼布喺肩部下前方開始，包圍痛楚部分向肩關節後方拉。呢一條貼布需要加上大概70%嘅拉力，同其他貼布一樣，喺 Y 尾大概2寸嘅位置上面係冇拉力嘅。用掌心摩擦直至發熱，令貼布可以更好咁固定喺皮膚上面。